们上一堂课呢，就是讲到了第116页，就是第2段的第3行，那就是今天就是从及尔与彼重生相属的性相呢开始讲。那什么叫做尔与彼是重生相属的性相呢？就是重生相属。什么叫做重生相属呢？这边就提到说，尔与彼体性为异，以遮彼之力遮尔，然后即尔与彼重生相属的性相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说重生相属的时候呢，如果说直接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呢，好像会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呢，就是用烟跟火这两个来带入的话呢，就是烟跟火呢，它本身呢是属于是重生相属的。那烟跟火为什么是重生相属呢？就提到说呢，烟跟火呢，它二者呢是体性为异。那为什么是体性为异呢？因为烟跟火二者呢，它是有前后，就是它成立的时间呢是有前后差的，就是会先成立了火之后呢，有火之后才会有烟，所以当它成立的时候呢，有时间差，我们知道说它是不同时而成立的，所以只要知道说它是不同时而成立的话呢，那它们两个体性呢就一定会是相异的。所以呢，把烟跟火带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提到说呢，烟与火呢是体性相异，它们二者呢体性为异。然后呢，以遮彼之力，那这个彼呢就是火，以遮火之力呢能够遮耳，就是以遮火之力呢能够遮掉烟，那就是烟与火呢二者呢是重生相属的性相。那这个遮彼之力呢遮耳，就提到说呢，当我们能够把火给遮灭，把火给遮掉的时候呢，那同样你就能够把烟给遮掉。那怎么来说呢？是谁有能够去除烟的这个能力呢？那就是火。为什么说火有遮止烟的能力呢？因为当火呢熄灭之后呢，烟自然而然呢就熄灭了。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呢，一个烟很大的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眼睛被烟熏的不舒服。那被烟熏的不舒服的时候呢，那这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火给熄灭掉，或者说呢，在什么地方呢，或者说我们在房间点香的时候呢，那觉得说那个香的味道呢太浓了，然后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呢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会把这个香给熄灭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把火给熄灭之后呢，就是把火的能力给去除之后呢，那烟的能力自然就消失了。那这个就是提到说呢，以遮彼之力呢遮耳。所以呢，这边提到说呢，烟跟火二者呢是有重生相属的关系。那烟跟火二者呢有重生相属的时候呢，那这边就提到了解到说，当了解此遮除力兼指在对境上的遮除力与在觉知境上的遮除力二者，那这边呢就提到说，这边所讲的遮除力呢，就讲说有一种呢是在境之上的遮除，就是对境之上的遮除；那一种呢就是在心之上，就是在觉知境上面的遮除，二者。那什么叫做境之上的遮除力呢？那就提到说，像刚刚我们所讲的，就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面前呢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木头点火之后，那木头升起火之后，那自然而然呢就会产生烟。那在我们的比如说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呢，然后有了烟之后呢，那我们觉得说现在烟太浓厚了，然后熏得大家不舒服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不可能说用手呢把这个烟给遮起来。那我们要去除烟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把我面前的这个火呢给熄灭掉，把面前这个木头的火呢给熄灭掉之后呢，那烟呢它自然而然就除掉了。所以这种去除的方式呢，就是指说在对境上面的遮除，也就是说，你遮除了火之后呢，那同样的呢，你就可以遮除掉烟，因为呢火有升起烟的能力，所以你要把烟，你不想让烟的能力产生的话呢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的因呢，就是在火之上。把这个火的能力给去除之后呢，那自然而然烟的能力呢，它就没有办法产生。那这个呢，就提到说是在对境之上的遮除力。那在觉知境上的遮除力呢，那也是一样的。觉知境上的遮除力呢，就是当我们想到烟跟火的时候呢，你自然会想要说透由火而升起烟。所以当没有火的时候呢，那你自然就会想说，哦，那就没有办法升起烟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
我们在讲说，以遮彼之力遮耳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从镜上跟觉之镜跟觉之镜上二者去遮除。那这两种呢，透由这两种呢去理解都是可以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有一个就是小辩论的地方，就提到说，与名相相违是相违，这个呢跟与性相相违是相违呢有四句型。那如是当知，相违与相属有四句，那相属与相违呢有四句等。那这边呢我们就不特别探讨就是辩论上的这个问题。